第4線北區消防。以上4隊請到我哋召集處準備登船。依家排緊入嚟好啦，啦，排緊咧就係我哋嘅第26場公開組高維基議員辦事處嘅銀杯決賽啊！第1線道有紅月工程啟星，第2線道東方龍，第3線道次呢墨魚仔，以及第4線道嘅東北龍㗎。喺前面望落去咧，應該係2號啊，2號。望落2、3線係咪啊？有冇？係啦，望落係第2線嘅東方龍，好似就稍領先。東方龍。哇！睇嚟又要影相啦！又係贏條鼻毛啊！輸條鼻毛。唔係輸個龍頭啊！輸條鼻毛。好啦，我哋賽果都。我哋俾啲掌聲啊！俾啲掌聲，我哋嘅。俾啲掌聲大家好唔好啊 ？Hello。